星光伴讀，再次偉大的只有中國。作者費清。美國總統特朗普叫讓美國再次偉大，叫咗咁多年啦，去到今時今日，偉大就見唔到啦。反而呢，大家都睇到美國嘅各行各業都不斷咁樣偉緊啦。一做翻總統就雄心壯志咁樣挑起關稅戰，甚至連盟友小弟們都唔放過。真係以為霸權大勢就可以挑戰全球，點知中國一句不跪就嚇窒侵侵，急急腳咁樣派人同中國開會降低額外加關稅。上個禮拜仲放風就話願意去揾我國國家主席傾偈。美國嘅態度轉變已經冇晒之前意氣風發個樣。雖然把口都仲係好硬淨，但係佢似乎已經唔係好控制得到自己嘅膝頭哥啦。想再偉大嘅又何止美國啊？印度總理莫迪喺各種國際會議上面多次喺座位前嘅名牌就用婆羅多去取代印度，有指因為印度呢個名有太強嘅殖民地色彩，而婆羅多呢個稱呼就更加 local， 係古印度一位被視為偉大君王嘅名，可以俾印度人懷緬翻昔日嘅榮光。而喺今年3月，特朗普同莫迪會面嘅時候莫迪亦都有提出過讓印度再次偉大，甚至係讓美印一起偉大。細估唔到唔夠2個月啫，5月初印巴爆發邊境衝突，印度多架法國製嘅陣風戰機被擊落，而拎到咁輝煌戰果嘅正正就係中國製嘅殲10戰機同埋霹靂15遠距導彈。有關嘅戰果已經獲得央視嘅證實，今次已經唔係印度第一次輸俾中國噶啦。喺2020年嘅時候，印度趁中美貿易戰之際就曾經推出過1000億計劃，激勵製造業，妄想挑戰中國製造嘅地位，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已經被各界視為完全失敗嘅嘗試。要講再偉大又點可以唔提中國啊？早喺2002年，中國就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後一直積極推動中國製造、一帶一路等等嘅政策，喺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各方面發奮圖強。今時今日，我哋已經擁有屬於自己嘅國產航母、飛機、晶片、操作系統，短短幾十年間，我哋嘅國家成長到霸權唔可以忽視嘅地步，促使咗特朗普喺第一個總統任期嘅時候發動對華貿易戰，又策動盟友一齊圍堵中國，實施各種經濟同埋技術嘅封鎖。但係經歷過百年屈辱嘅中華民族，俾任何人都明白，絕對唔可以屈服。唯有不跪，唯有自強，先至可以喺國際上面取得立足之地。偉大從來都唔係靠口號就得嘅，真正嘅國家強大係建基喺實實在在嘅自主發展同埋民族凝聚力。美國同埋印度空有雄心壯志，但係就冇足夠嘅毅力同埋韌性去支撐，始終只係空談。反觀中國默默耕耘，自力更生，用行動同埋成果去說話，呢一啲先係國家真正走向偉大嘅必由之路。當世界列強仲喺度諗緊點樣再次偉大嘅時候中國已經一步一腳印，朝住偉大復興嘅方向前進緊。呢一個差距，正正係今日國際力量消長嘅最佳寫照。